不要碰我！怎么结婚以后你脾气变得这么差？我这叫隐藏实力，你见过哪一个打斗地主的是先出炸弹的？啊，试下儿童小踏板的动力啊！下来走啊！老公，咱俩看电影去？不去，鬼片儿？不去。咋的？你怕鬼呀？你卸妆我都不怕，我怕鬼。没话了吧？是不是闲的？你别笑，我信你个鬼！你别笑。你有病啊你呀！哎呀妈呀，太吓人了！快带上！哎呀妈呀，太吓人了！快带上吧！我的妈呀，带上吧！太吓人了！我的天哪，带上！你别笑。哎，老妹儿，你看你长得干干巴巴、麻麻赖赖，一点不圆是吧？咋的？拍一下子呀？哎，没打着，没打着，你往边挡白毛。哎，好，老妹儿，回家，走。干啥呢你？花盆也不能摸。你干啥去？啥呢？这我老婆，你摸啥摸？摸一下嘛。给摸一把，给。喝醉了跟他说睡觉，你怎么的？干什么呢，媳妇儿？快跟我来！往後大到西遊，往後大到東，往後大到東轉右。咋的呢？哎呀，我感冒了。哎呦我的妈，这可咋整？冷着呢。哎呀，咋的了？还感冒了，快点走。快点走，赶紧走，走。打针去啊！哎呦我的妈！不给我打针去吗？看你这给我穿眼睛。媳妇儿，把盆拿出来，把碗洗一下。弄啥呢？不要洗，你不能脱水。哎，你不洗不也不能脱啊！
那给我装，对你都无语了，这不？不是你那是假肢啊啊！哪里东西都拿掉了？啥都不是故意的，还老公老虎的，你天天吃啥啥不剩，干啥啥不行。你等回家的啊，错了。能耐了是不是？眼睛摘了，说谁假肢呢啊？说谁假肢呢？去做饭去去，这咋给你能耐呢？给我！压死我！好好干哦，别突然哦。干嘛？哎我操！干啥呢，兄弟？这不玩呢吗？玩了啊！咱俩玩石头剪刀布呗。来吧，来，石头剪刀布。哎呀！石头剪刀布。哎，石头剪刀布。哎呀，输了！啊！还玩不玩了？不玩了，妈的了！一把没赢着，什么玩意儿这是？啊，给我埋里了！我他妈都他妈想出来！哎呀！啊！回家！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。你别笑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干小水生已经找到。